日用天糧，丙年常年期第27週星期三，約納先知書第4章1至11節。那時候，約納很不高興，遂發起怒來。他懇求天主說：上主，當我還在故鄉時，我豈不是已想到尼尼微的事？所以我預先要逃往塔爾史士去，因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、寬仁的天主，是緩於發怒、富於慈愛、憐憫而不願降災禍的天主。上主，現在求你從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，因為我死了比活着還好。上主說：你的憤怒合理嗎？約納出了城，坐在城東，在那裏為自己搭了一個棚，坐在棚蔭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要發生什麼事。上主天主安排了一株蓖麻，使他長得高過約納，為他的頭遮陰，消除他的煩惱。約納很喜愛這株蓖麻，但第二天曙光升起時，天主安排了一隻蟲子咬死蓖麻，蓖麻便枯萎了。當太陽升起時，天主又安排了炎熱的東風，太陽射在約納頭上，使他無法忍受，便要求死去，說：我死了比活着還好。天主向約納說：你為這株蓖麻發怒合理嗎？他回答說：我氣得要死，是合理的。上主說：你為這株蓖麻，並沒有勞過力，也沒有使它生長，還憐惜它，它不過是一夜生出，一夜死去的植物。對尼尼微這座大城，其中有12萬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，且有許多牲畜，我就不該憐惜他們麼？答唱詠，聖詠第86篇3至6節，9至10節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求你憐憫我，因為我時常向你哀告。求你使你僕人的心靈歡欣。上主，我向你舉起我的心靈。我主，因為你又良善又慈悲，凡呼號你的，你必待他寬仁。上主，求你俯聽我的祈禱，求你細聽我懇求的哀號。上主，你所造的萬民一齊來到，他們崇拜你，並宣揚你的名號，因為你是偉大的，施行奇蹟，只有你是獨一無二的天主。路加福音第11章1至4節。有一次，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，祈禱完畢，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：主，請教我們祈禱，如同若翰教了他的門徒一樣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祈禱時要說：父啊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願你的國來臨。我們的日用糧，求你天天賜給我們，寬免我們的罪過，因為我們自己也寬免所有虧負我們的人，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。